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今仔日要讲的主题是因应疫情吼，咱台南市政府咧来帮助咱的这企业纾困的一寡方案。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COVID-19 肺炎疫情延烧，目前全球累计400多万确诊，超过30万人死亡。但这个小岛不一样，在疫情升温的同时，全球体坛一片死寂，但它领先世界，挥出对抗肺炎的第一棒。这里的人民捐出口罩送到世界各地，积极协助抗疫。这里的人民大部分还可以烦恼什么东西好吃，而不是烦恼买不到口罩、酒精。台南市的口罩工厂日产能350万片，目前全台湾口罩日产能有1900万片，台南市就占1/5，可以说是每5片口罩就有1片是台南市所生产。台南市也率先争取2家民营酒厂加入酒精国家队，并且在第一时间走入市场，加设透明隔板，让市民买得安心，吃得安心。但守住疫情的同时，如何守住经济，是目前政府最重要的课题。因为这次疫情的影响，就很多我们的主要客源，像香港跟新加坡那边的客群就没办法进来台湾，所以就是包车旅游这个部分是完全是收入是0这样子。因为过年前就是人潮还很汹涌，然后过年也很多人，然后就是过完年那应该是2月吧，然后就是疫情稍微比较严重一点之后，就是瞬间这个街道又变成比较没有人。台南市率6都之先和中央同步设立资金纾困和振兴贷款以及利息补贴线上申请系统，在家就能轻松办理。那看不懂的怎么办？可以打专线专人服务电话，或是到现场询问。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你好，要针对薪资的部分吗？他们每一个礼拜都会关心我申请的进度。那我从申请到拨款下来，大概是30天左右。表单不会填怎么办？我们有中小企业辅导团，结合各行各业有丰富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来协助你。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每周派专人直接北上协助审核开立受影响事业证。拿到受影响事业证明之后，我们陆续接洽银行的申贷程序。如果有不清楚的，辅导团的会计师会陪同到现场协助申请。台南市申请件数中最高纪录是全台湾第2，从中小企业到小面摊，希望不是看得到用不到，而是有需要就拿得到。有关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纾困，经发局这边除了有专线电话之外，也包含我们有专有的网站以及个人的辅导。所以我们从5月15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50家的申贷成功的案例，包括小型的旅行社、汽车的租赁公司、传统的产业工厂、小吃店、画廊，各行各业。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企业，来度过这次的疫情的难关。现阶段我们只能参雷刚最贵当，市政府会尽全力辅导，照顾到更多的人。这笔纾困金就是企业的一口活水，帮助大家等待这波疫情过去，还能够继续向前，这才是最重要的。咱知影吼，这波的这个疫情呢，影响到全世界吼、全球这个经济啦吼。那么为着要帮助咱这企业大家纾困吼，咱中央呢有一寡吼这个相关的这个措施。那么咱市政府呢，当然嘛配合着咱中央吼来帮助咱一寡企业会当吼行出这届这个难关啦吼。那么到底咱市政府有做一寡什么种的这个相关措施吼，要来帮助咱这个企业呢？伫今仔节目当中，咱特别邀请到咱台南市政府吼经济发展局主秘王俊博主秘来甲咱的乡亲朋友吼来介绍。主秘你好，圆圆姐好，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
是，那么咱知影吼，这遮尔那长的这个时间吼，这个疫情的重创咱全世界啦吼，这个经济，当然啦，咱国内的这个企业嘛受到吼真大的这个影响哦。那么要请主秘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说明一下吼，照这啊，咱尤其是咱台南市吼，这个部分呢，咱受到这个影响有偌济？是。各位乡亲朋友，大家拢知影吼，咱这个新冠肺炎啦吼，伫去年12月时阵开始，迄个蔓延爆发嘛吼，为时阵开始呢，咱可以看到说，咱这个整个一个需求是下降的吼，而且咱也在看到这个油价哈，来到这个20年的新低。咱较早油价拢差不多20-30块以上啦吼，咱即摆大概看到10几块啊。这是疫情上大的这个回馈啊。对，这嘛是表示讲吼，这整个一个全世界的吼，它的供应链或者是说对这个石油的一个需求，它是下降的。对，所以也的价格降来。才会降得这么低哈。当然除了需求下降之外，大家嘛知讲，因为新冠肺炎哈，目前全世界各国哈，伊拢封锁边境嘛，造成讲整个一个国际贸易的迄个供应链给它断裂去，所以其实这些厂商哈，因本来要迄个国外订单哈要送出来哈，不要那个国外的订单都把它取消掉，可算讲你一寡订单哈，你会送出去哈，那因为到国外之后呢，因为国外消费嘛不振。所以就变成是说，本来让迄个国外迄个买家他要付给我们国内厂商的钱哦，因为付不出来。对。不过咱国内厂商的钱，他还是要付给他的一个上游厂商的这个费用嘛哈，所以会造成说可能会有一个资金的一个短缺的一个情况。当然，咱也在从各方面来讲，讲这个影响层面哦，包括这个有从制造业啦、餐饮业啦、零售业市场等等，这个影响层面是非常大的哈。底下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哈，以咱台南市所开发的工业区哈，比如说像这个树谷啊、柳科啊、永康科啊、新奇工业区哈，虽然讲你这个新冠肺炎期间哦，并没有说有这个工厂有这个关门，或者是说有放无薪假的情形哈。不过一家湾的迄个统计哈，大概也是有这个20%左右的厂商哈，它的营收是下降大概5%到30%了哈。所以其实嘛是也当快点讲，这个新冠肺炎对我们整个一个经济的影响，它其实是有冲击到的啦哈。咱也再快点讲，另外就是。那一寡传统产业，比如讲像这个电缆啦、电器业啦，是讲车用零组件啦、这个扣件、光学、塑化等等，这些产业它其实它的订单其实是下滑的，而且是很多都被取消的。不过从另外一方面，就是讲科技业，比如讲，因为咱这个疫情期间造成所有一些公司它是要求员工在家上班嘛，在家上班可造成说这个网络的兴起、笔电的兴起对，等等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科技业它反而是受惠的产业，它是受惠的产业另外就是咱也在看到讲，咱这些餐厅，尤其是迄个宴会型的餐厅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大家拢本来有单尾拢取消啊，所以我捌经过迄个经迄个著名的餐厅的时阵，我有看到讲，头家住伫隔壁巷来开讲内底是有员工，不过员工坐伫遐，我咧看。内底拢无人客啊，员工比人客较多。是啊，所以这真正是一个蛮严重的情况。而且咱嘛在看到讲，因为迄个肺炎的关系所以大家无想要来台湾佚佗，还是讲没有要想到商圈这边来做一个旅游观光或者消费，连带的影响我们很多的一个生意。但是有一个比较没有受到疫情影响冲击，反而是上升了。那个是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超市啊，量贩店便利商店啊，这等的行李端愈来愈好。还有一个网购业、外送服务业，这也在讲是咱这一波新冠肺炎期间受惠的产业啦。是。那么就是讲，伫咱疫情开始啦，到今慢的慢慢咱的疫情已经有趋缓啦。在这个当中，当然咱市政府一直拢咧帮助咱这业者比如讲，好多咱主秘讲的啦，有的餐厅呢，哇，人客煞比迄个员工较少啦，人客拢已经慢慢几乎消失啦但是即马疫情舒缓了，咱这人客慢慢个回升啊嘛但伫这中间当然咱的这个企业伊需要的这个帮助无相像那么伫这当中，咱市政府来替咱这业者要来甲因纾困的时阵，有一寡具体的这个内容，是毋是嘛？请主秘甲咱的乡亲做一个说明。是。
感谢主持人哈，我这个机会底下做一个说明哈。其实哈，就是因为受到这个新冠肺炎影响，所以咱这个中央哈，他们也有看到这个企业他们的一个情况哈，所以他们在3月份的时候就有订立这个振兴办法，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个作业要点。其实我们台南市政府可以说是创全国各县之先呐哈。完底3月23号，我们就有成立一个纾困的一个单一窗口专线，这个电话叫做0629542293。而且我们也有成立这个所谓的纾困的一个咨询申请平台哈。你若讲有需要这个来做一个纾困申请的话哈，都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我们会帮你做一个服务。另外就是讲，我们也有跟这个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一个联辅中心，我们也跟他做一个合作因为他那边有所谓的，就是说，如果你企业有需要开立这个受损证明的话，我们可以尽快的帮你收件之后，就送到联辅中心这边去。阮台南市政府咱做这个单一窗口的好处就是讲，本来呢，你业者你若讲你感觉你真正有受这个纾困影响，你想要贷款的时阵你其实你家己也再去跟经济部去做这些相关的一个申请的动作，是讲你家己去家己哪做申请。不过咱嘛知影讲，我们这些企业当中有些可能对这个程序不是很熟悉，或者是说你是一个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本来就是对这个流程或者是说跟银行的一个打交道，它不是那么在行。所以你若讲透过我们这个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这个纾困的单一窗口，你有啥物问题，你有啥物需要我给您帮助，阮伫遮拢给你做一站式的服务。这是阮第一个甲各位听众朋友做说明的啦另外可以刚刚主持人讲到说，这个纾困贷款大概有分为3类包括这个就有贷款的一个展延，还有营运资金的贷款跟振兴资金的贷款大概是基本上是分这3类啦像这个所谓的就有贷款展延，可以讲本来你这个企业如果本来就有跟银行做这个贷款的话因为受疫情的影响你可能讲是干嘛讲我这个贷款的本金我想要做一个展延，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去跟银行做这样的申请当然我们所谓的受影响企业可以讲你的营收啦大概是跟同期或者是109年度在那个月份比较起来，你要光下降15%的话你就符合这个资格啦当然这个就有贷款展延，你如果是中小企业的话那个经济部这边还要补贴你0.81%的利息所以讲这个利息的补贴期限是1年那最高上限是22万这是第一个就有贷款展延的部分第二个就是说营运资金的贷款营运资金贷款也讲，咱企业的经营嘛，有时候最主要就是说，咱来付这个房租，要付员工的薪资。不过咱受到这个疫情影响，可能我们营收下降，表现这部分你也付不出来。所以我们就有考虑到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那个大概银行来申请这个所谓的营运资金贷款。那这个贷款的额度最高是500万，500万如果说你是中小企业的话呢？那这个经济部这边还会补贴你1.845%的利息，补贴的期限是6个月，它有一个上限就是说利息补贴的最高金额就是5.5万，另外你如果说你这个企业是申请这个营运资金贷款的话有一个条件，比如说你在这个期间你不可以减薪或者裁员这是一个条件。是。那么还多咱主秘有讲到一站式，迄就是要让咱的一寡这企业来的时阵不需要走很多的这个局势因为有当时对因来讲，市政府一句句也去一届今仔要去遐，明仔要去遐看有时候搞到糊里糊涂那么咱用这个一站式咱的这个这个企业伊这个头家人来的时阵，那是讲因的执行的人员来的时阵，他们可以在这里就一次把所有要办的一次透过我们的窗口安尼给完成这是一个靠效率对，包括你一开始一定要填写这个申请书嘛，申请表格我们就可以帮你下载，也可以教你怎么样去填写。填写完以后，你如果觉得说你需要这个纾困的证明，我们也会帮你跟这个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这个联合辅导中心，我们去帮你尽速做这个证明的一个申请。申请了以后，接下来一个步骤就是要去跟银行做贷款你跟银行做贷款的时候，你也感觉讲你有啥问题就感觉讲这拖这久这部分你也打电话讲，我们来给你帮忙去跟银行这边请他们说看尽量来做一个协助那么讲到这个贷款的这个部分咱基本目前以执行的这个程度差不多到什么所在咱来申请的差不多有偌济，是不是嘛？给咱的乡亲做一个说明。是我直接先去做一个补充我正做跟各位
介绍2种贷款嘛，啊，有一个总共一个贷款叫做振兴资金贷款，振兴资金贷款提供，我们这个企业虽然受这个疫情的影响，但是有些企业想说趁这个时候，它可以做一个升级转型，或者是说未来有一个拓展的计划，那它这部分呢，它就可以跟银行申请这个所谓的振兴资金贷款，啊，这个贷款的额度，如果你是中小企业的话，最高额度可以达到1.5亿。啊，你如果不是中小企业的话，你的最高额度可以达到5亿元。啊，当然这个如果是中小企业的话，它也经济部它也是有做一个利息的补贴，有达到0.845%的补贴。那当然利息上限也是22万啦，这个是所谓的振兴资金贷款。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小额的一个贷款是50万迄个啦，迄个就是讲。你也讲有一寡吼，你讲有税籍登记啦吼，还是讲你的营业额没有满每个月的营业额没有达20万的话，比如讲咱一寡早餐店啦，还是讲市场的摊贩等等，这时候你就可以用很简易的方式去跟银行申请这个50万的贷款。一般来讲，你要符合规定的话吼，银行差不多3天，它就可以把这个贷款贷下来。哦，那很快。对，现在就加紧啊，所以总共吼，咱为3月到5月吼，我起码收件啦吼，大概已经有收了大概685件啦，那整个一个贷款的额度目前已经达到了5.9亿，那已经申请通过的大概也有125家，所以这个目前的一个执行状况包括这个我们跟经济部联府中心那边申请的这个所谓的企业受损的证明，这个台南市申请的一个成功率是最高的，在各县市是最高的。是哈，那是讲表示讲咱市政府对着咱这企业的一个帮忙真令人用心啦哈。那么这认定的资格咱市政府是安怎去认定？认定的资格其实一般来讲就是讲我们刚刚有提到所谓的。受影响的企业，就是说你的营收啦，是要下降15%。那这个15%的认定是怎么认定？一开始是讲，从109年认2个月，你的营业收入如果说跟109年其中任何一个月相比，或者是说跟108年下半年的一个月平均收入相比，或者跟108年同期或107年同期任一个月相比，只要你有下降15%的话，原则上你就符合这个资格。当然你那个有一个点来讲，你原则上你还是有继续在营业啦，而且是缴息正常，没有信用不良的一个状况。当然啦，这是你本来就要具备的这个条件啊，那么就是讲有个人伫企业伫这个肺炎进前，伊都有贷款啊，那么因为这个肺炎，佮互伊的这个企业可能安尼雪上加霜啦，互伊这个经济这个压力更加大那么这个时阵，伊可能更需要更加侪这个贷款。那么伊进前已经贷款了，起码要个贷款可以吗？然后他们也要具备什么？是，我想那个。我们这一次我讲说，这个中央它在那个3月份，它就有发布这个所谓的纾困振兴办法。这个办法本来就是针对你在这个新冠肺炎期间，因为营运受影响，所以它才给你这样的一个营运资金的补助啦，或者是资金的补助。所以可算讲你进前这间企业已经有甲银行做贷款啦，其实你嘛是再来做一个申请，这是无问题。是，那么就是讲，伫咱这个纾困贷款以外啦咱对着一寡较艰苦的这个事业，比如讲有薪资的这艰困企业或者是讲咱一寡营运资金的这个补贴那么伫这当中，咱这个计划内底的内容是啥物货？简单来重新报告一下。主持人讲的这个就是叫做艰困企业啦。所谓的艰困企业，就是讲你的这个营业收入下降达50%以上，可以下降1半以上，所以现在叫做艰困企业这真正是足艰苦的。是所以你若讲有这个情况的话原则上那个经济部那边它也有一个所谓的薪资跟营运资金的一个补助办法啦薪资的部分可以讲。原则上是以你3月底前你的一个正职员工看有几位，它是补贴薪资的40%也就是说，比如讲我这个员工的薪资一个月2万块的话，4万块我就是一个人就是补助你8000，它上限就是2万块。另外所谓的营运资金的部分，就是讲它依照你这个员工的人数，每个员工给你补助1万块。就是讲比如讲有一间企业。你这间企业你讲员工人数有30个的话，那我就给你这个营运资金的补贴就是30万。这也是讲是对企业最直接而且最有利、最受惠的
补助方式啊。是，那么因为这个疫情啊，吼，有足多人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可能不爱出门嘛，吼，啊，不爱出门，当然跟着就是咱的这个消费就较低啊，吼，啊，一寡商圈啊，是讲商家吼，人客拢无去啊，吼，或者是讲哦，已经减少啊，吼，那么这些部分，我知影讲，咱市政府吼，咱金发局家嘛有一寡相关吼因应的这个措施来帮助这些商家，是不是？甲咱的乡亲做这个报告。是。当然啦，咱这个商圈吼，也是讲是这个疫情期间吼，也是一个受损失相当严重的一个产业啦吼。所以我就是看到这个情况哦，所以我近几年，我台南市政府我们有推出所谓的便当大队，哦，便当大队就是讲。啊，既然无人要来咱餐厅吃物件，啊，咱餐厅是不是会使来做便当，啊，给送出去？哦，啊，那时候我们也是有跟这个计程车业者来做一个结合哦，啊，甚至我们也有媒合这个所谓的我们台南市的工业区，哦，咱知影工业区差不多初二十啦拢会拜拜嘛，哎，对对对，啊，你初二十啦拜拜，你总是爱款拜拜物件，对对对，啊，你即摆因为疫情期间，哎，咱个卖个出去拜，咱个卖个出去款啦，咱直接打电话给市场，哦，市场又给你款了后，啊，给你外送到这个工业区来，所以说是相当的便利。啊，另外一个就是讲，我们也有媒合这个所谓的外送平台业者哈，怎样做这波一开始，我讲各位乡亲朋友做报告，咱这个外送迄个平台外送服务哦，可以说是我们这次疫情期间哦一个受惠相当大的一个产业啦哈。啊，所以关系中嘛是个有媒合我们这些企业哈，或者是商家或者商圈的店家，他们可以跟这些那个外送业者做一个那个媒合跟服务的话，那他们的东西就可以增加他们的曝光度，那也可以增加他们的销售额哦。这部分是我们台南市政府努力。啊，另外是讲中央它也有一些补助的措施啦哈，比如说他们这个有所谓零售业可以导入这个电商服务的推动计划。那这个计划呢，经济部它是大概预计要补助1000家啊，那每家补助的金额可以达到这个15万哈。啊，这个部分可以说是目前有很多店家他们积极在做一个争取哈。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餐饮业也是有所谓的上架这个外送平台的服务。那这个部分呢，经济部它也是预计要补助这个1.1万家，那每家最高补助的金额就是1.5万。那这部分我嘛差不多有帮助业者有申请到118家。是，好多啊吼，听主秘在讲的时阵呢，咱就知影讲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嘛，吼一寡吼这个商家吼，因为这样子而转型啦吼。你以前可能无这个外送的服务啊，啊，因为这个疫情吼，即马变成有外送的服务，而且呢，因为安尼来结合网络吼嘛，互你有机会吼去参与到网络的这种销售吼，那么增加它的曝光度啦。嘿，无定定吼，这嘛是吼，互一寡商家加一寡吼商机的这个机会啦吼。那么好多啊，咱咧讲的一寡吼，这个贷款的这个补助吼，是不是嘛？请主秘给咱的乡亲报告一下吼，伊要安怎来申请？哦，是，我想这个乡亲各位乡亲朋友吼，你若讲有这样的需求吼，第一个你上方便的就是卡阮的专线，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单一的一个服务窗口，对，我们的电话就是0629542293，你要卡等来，我就跟你讲，你要安怎去下载这个申请书，啊，申请书里面大概要填写哪些资料，要减负哪些文件，啊，你若讲你拢写好以后。啊，如果说因为你要去跟银行做贷款嘛，银行它有时候它一个是要看讲你是不是真的营业是有损失的，是有下降到15%的。啊，当然这部分你迄个企业你也本身就摕出来，啊那是上好。啊，你也摕不出来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跟我们经济部中小企业处那个联合辅导中心那边，他会开立一个受损15%的证明。而且部分呢，我们都会定期去追踪它的进度，让它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证明把它开出来。而且这个证明你也开。你也摕到以后，其实你个会使去家银行做一个贷款啦。啊，当然去家银行做贷款，咱嘛知影讲银行哦，有时啊，伊可能案件多啦，是讲伊一个迄个征信啦，还是讲它的一个授信的程序也可能较久。啊，这部分呢，我拢可以打电话去给这些企业做追踪。啊，如果说他们觉得说，他人还怎么这么久，贷款还没下来，啊，我可能我来打电话，还是讲陪同这些企业去跟这个银行做个访问，希望说他们可以尽快把这个贷款把它核下来。是，好多咱听哦，主秘安尼介绍的时候，不管是数字啊，还是讲法条吼，伊拢记甲安尼做清楚的，都不会错乱哦。咱是感觉讲吼，咱的主秘真正是有够专业哦，而且很敬业啦吼。那么咱今天针对哦，这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咱对着这企业这纾困吼，当然啦，好多啊，主秘一定有甲咱乡亲朋友来报告一寡吼，这相关的这措施啊。那么最后咱主秘能够有啥物话要甲咱乡亲朋友讲？是，咱今嘛吼已经进入到6月嘛，那我们6月7号哈，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台湾
过去这几个月来，我们这个整个疫情相关的防疫措施都做得相当好，所以咱6月7号中央已经宣布正式解封嘛，解封以后，其实咱上重要的是咱接下来经济振兴措施，其实这部分呢，我们台南市政府各局处呢都相当积极的目前在研拟相关的措施，就是希望讲可以把那个各县市的人潮都把它带进来，到台南来做一个观光旅游跟消费，以我们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这边来讲我们差不多预计要开400万的预算啦我们会结合这个电子支付业者未来如果说咱知影讲7月15号我们这个所谓的3倍这个振兴消费券开始会来使用，到时候如果使用这个振兴消费券的话，如果你有搭配这个电子支付业者的话，我们还可以多给你5%到10%的一个折扣优惠这是我们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讲，我们可能持续还是会来鼓励这个所谓的餐饮业者或者是零售业者他们可以来做一个外送这个上架的服务，或者是电商的一个服务啦这部分呢，我嘛预计可以开100万来做这样的一个辅导。另外一个是讲，我们未来也会结合相关商圈来办理相关的一个活动，比如讲我们这个盐水有这个意面节啦这个昆喜湾，可是南区湾里下有叫昆喜的昆生节啦是讲我们那个成大万圣节，跟在海岸商圈这边也都有所谓的一个相关的活动，这部分呢我们会积极的配合办理，然后也会提出相关优惠的活动，就是希望说可以吸引更多的一个民众到台南来消费。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我说这样宅在家里面也闷的真的是有点不出去透气也不行啊所以咱透过咱市政府的一寡活动啊像拄啊咱主秘讲的这个盐水这个意面节嘛还有咱什么昆喜湾家只相关的这个活动，其实咱台南市还有做侪景点嘛咱相关的这个局处嘛，拢有办做侪活动啦那么其实呢，咱的这个乡亲朋友只要那是认真看咱的节目认真了解咱市政府的一寡相关的这个措施，拢会当来参与到足侪最有意义的活动，而且这个活动佫会当帮助你伫这个疫情的当中，无定着有一寡新的这个商机出来啦那么咱市长敢有啥物有啥物看法无？是我想。市长他之前除了说用这个超前部署的观念在做这个疫情的防疫之外你嘛是有看到说未来我们这个整个一个疫情趋缓之后那么要怎么样加速或者更优惠的一个脚步或者是措施可以吸引更多民众，就是要希望讲让咱台南的店家，让咱台南的生意，让咱台南人潮也让带动起来，所以今嘛市长嘛很积极的在要求各局处啦一定要动起来，一定要把最相关的优惠然后我也无记唔对的话今麦听讲要推出那个2天1夜只要3000块住宿啦可以结合很多，比如说像这个商圈啊、公安工厂啊或者是景点、美食夜市等等我都有提供相关的优惠，我想这应该是相当吸引人的啦那我们前一阵子也听到说我们有很多这个银行业者或者是金控业者他们本来之前国民旅游就是说的员工旅游他们都有到国外去嘛他们也都说不到国外去了他们要在国内做旅游这部分市长非常的积极叫我们要赶快积极去接触，把这些那个金融业者的员工引导到台南这边来做消费，希望把我们的台南的一个经济繁荣再造起来这样。是，感谢今天感谢咱那个主秘遥控一下咱的遥控握手那么感谢咱主秘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婉婉，感谢你，谢谢，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